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2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让偏乡地区的老人甲新长者生活更加方便，台南凤凰扶轮社捐赠全台南第一台的虎姑巡回车。这台车将行入偏乡，提供定期的咨询、租借、维修等等服务。市长赖清德也亲自到现场剪彩，场面温馨。爱乐团表演之下，为24号的关键活动揭开序幕。为了帮助台南偏乡地区需要虎姑的民众，台南凤凰扶轮社捐赠了全台南第一台虎姑巡回货卡，也让市长非常感谢扶轮社的捐赠，表示市府一定会全力做好弱势照顾。伊这身心障碍者吼，还是讲有迄个身体不舒服的人吼，一寡病床啦、轮椅啦，拢袂当上车的维修，吼我意思是讲，既然迄个救护车拢有啊，啥物拢有啊，拢做用上，即个第一台车就是拢无人管过。我想讲，安尼这迄个辅助器吼，会当迄边要派去的人会当吼用即台车去甲伊查出来修理安尼啦吼，还是讲病床啊歹去啦，会当维修较方便，拉近那个城乡距离安尼。若种以后若种讲无爱，因若种用了无爱用的，要管出去，嘛会当用即台车去甲伊载看对个单位要爱。就送去遐较方便啦。因为较偏远的所在，咱就无法度嘛。虽然咱即摆有新设点啦，比如新华啦、北河啦，一寡所在咱有新设点、定点，互伊会当就近，无一定爱来市内。但是呢，你爱知影咧，比如一个好啦，咱生活有设点，生活嘛较快哦。生活嘛，中心林场边仔嘛是有人住。你讲北河嘛，关仔岭搁。这什物槟榔山遐去足济，嘛无法度啊。好迄个设点迄个所在，你若分点总是无法专业啦，咱坦白讲啊。师傅嘛无遐尔啊内行。只要有即台车，即所有问题拢解决。无论是天边海角，这车拢会当到。即台车出去比如若需要，比如业当署长，若种假设业当署长专业的，嘛会当坐车到遐。对不对？内行的师傅买当去安尼就对啦。伊甸基金会为105年开始办理大台南虎姑中心业务，有了这台虎姑巡回车以后，更加会当将服务早到偏乡，将定期提供虎姑咨询、租借维修等等的服务，互爱也会当向偏乡前进。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第2届第4次定期会，上午由财主单位业务报告质询。会中议员质询的焦点也是放伫咧房屋税甲地价税调起。虽然会中财政局表示，调整税率是随年慢慢啊增加，并不是一届增加1倍、2倍，但议员烦恼税率增加将会转到厝卡身上，希望市府苦民所苦，唔通将市民当作提款机。虽然房屋税调起明年才上路，不过伫上午的财主单位业务报告甲质询当中，都有不少议员摕到带收到的地价税单，纷纷质疑一起就是1-2倍，要求财税单位唔通将市民当作提款机。议员烦恼税金调起，更加会反映伫承租户的身上。涨房屋税，这是依法规定嘛，是，但是不要一下子涨那么多，涨那么快。卖低期间内底，你1年给它调整一次，也不要调整那么多。跟地价税同款啦，地价税同款，因为分地段、地区、地段无同嘛，无同，有调整较低，有调整较少嘛。所以，现在我有很多议员同仁也反映这个问题，也是有真侪百姓的声音。人起，厝主嘛起，像我服务处是租的，阮厝主嘛甲我起。伊讲地价税、地价税包税，伊嘛要甲我起。
害我从了121号搬到120号，一个月5万3万4，这个就是它的道理啊。说议员的提起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是我的考量，这个当然是我们财政处要好好的考量。伊今年收的新的税单，他看到的是5094块，这是地价税哦，这是地价税哦。那每年呢，我们一直在反映的，我们一直在坚持，感谢市长讲的，卖这个咱台南市市民动这提款机，咱帮关税嘛要过来起，帮关税要起哦，地价税起啊强，帮关税人要起，每市开罚3年。对此，财税局长则是回应，台南市房屋税率是分年慢慢啊调起，绝对无起1-2倍的状况。30几坪的房子，公寓啦，差不多呢，一档啦，加1500块到2000块左右。假使讲60坪的透天厝，伊面积较大，可能会增加一档差不多增加2500到3500到4000这样的。各地议员烦恼房屋现值增加，相对契税、遗产税、政府税也拢有对咧增加。伊对房屋税第一档将增加14亿，虽然市府强调将会用伫社会福利，不过某一政党议员认为，目前看到的拢是老人甲有利的福利，相对总年甲中年部分，议员也呼吁爱加尽一点仔心，尤其厝买袂起，政府嘛爱规划社会主体，帮助中年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七股将军地区今年初受到旱害影响，蛤蟆大部分拢损失掉。小连线阁拄到9月份以来3个风台以及好大雨，互池仔内水盐分不足，造成蛤蟆无法度适应，大量死亡。渔民向立委陈廷辉陈情，希望政府会当专案救助，补贴因的损失。放眼看去，这是一片七股地区平静美丽景色，但即马伫咧遮生存的侪渔民，煞拄到了无平静的大危机。因为对今年9月份以来的3个风台以及好大雨，互即寡饲蛤蟆的所在灌入了上过侪井水，造成池仔内的水盐分不足。伫咧风台过后，出现了蛤蟆大量死亡的情形。到现场会勘的立委陈廷辉也手会到无法度大汉的蛤蟆，希望行政院协署甲市府农业局应该爱赶紧做全面的勘查。所以这个就是长不大的蛤蟆了。它是经过水伤，然后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一次我们的灾害救助的时间之内，10月11号，然后来提出申请。咱即马规个7股的蛤蟆拢看到安尼。规个就是铺伫咱的水面的，就是拢死去的。然后路边看到拢是咱渔民家遐清起来，放伫路边的。这已经拢是重大的损失。所以基本上，咱希望讲咱的渔业署甲咱的渔业局应该赶紧来做勘查，延迟性的一个灾害一定要进驻来协助我们所有的渔民来处理。长不大的蛤蟆就是这个样子。渔民伫咧现场大声陈情，因表示，无论是渔湾边啊，当咧整理的蛤蟆壳，或者是渔湾当中还未清出来的蛤蟆，这目睭看到的范围，全部拢损失惨重。问题，这是全面这个问题，全面这保护困难，我凊彩甲看，这个嘛真严重，这嘛真严重。任何抽查拢会使讲真最严重。都严重，佫遐嘛真严重，所以要实在是，这养殖这个文咸者的人都真正无法度啦，要好无目屎。损失的金额粗估大概应该数十万有，就因为下雨下太多啊，之前台风雨水连续降雨降大雨啊，然后整个水的咸度都不足啊，然后就这次一开始我们没有发现，可是最后就是因为延迟性，前一个礼拜就整个大爆发起来，对。早连续1个月，这个雨水到底渔湾内水完全拢无大，通常蛤蟆应该有迄个2度以上较会活啦因为1个月雨水落遐侪井水到底渔湾
水道拢无道，所以讲蛤蟆就是碰风死去。你也看像真济吼，就是拢穿壳甲盖，完全拢死去啊！你上即家头啊，规个拢无去啊啦。到现场会看的农委会渔业署养殖渔业科长陈欧全也表示，依照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规定，农损一档才当救助一届。但因为今年又有旱害，又有大雨的灾难，所以将会重新评估，看是不是会当用专案的方式来处理。至于这一次呢，因为灾后台风过后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一个台风而导致它迟发性的一个死亡呢？按照我们的规定呢，就是说要请主管机关台南市政府这边呢，来这个成立这个鉴定小组，邀集我们的这个水产试验所等相关专家来做这一次的一个灾损的一个认定。第讲伫10月11申报进前，并无发现到讲有这个蛤蟆死亡的状况，因为蛤蟆活伫足深度的这个所在，所以伊当时伊嘛认为讲应该无受损，所以无去申报。不过咧，伫10月11了后，包括咱的整个雨量的问题，佮甲咱这个日头晒落了，我规个蛤蟆规个拢。产生了整个死亡的状况，即马伫咱所有阮那边拢有看到这蛤蟆壳，就是死去的蛤蟆。所以我相信这就是延迟性的整个的灾害。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举办到第8届2016新市魔道公主、王子初选，将近40位的参赛者伫咧新市区农会展开竞赛。每一位参赛者拢准备充足，针对魔道的营养价值以及加工过后的产品运用，拢做了详细介绍。第一轮初选的结果是如何？即马就互咱来看卖。2016新市魔道公主、王子的选拔赛已经迈入第8届，也帮助行销新市魔道愈来愈有名声。这届有将近40位男性甲女性的大学生参赛。在经过2点外钟的公开竞争之下，因做小展示产品，也介绍魔道的侪好处。极品茶豆它含有蛋白质、脂质、维生素 A、C、E， 还有 B 群、矿物质，还有糖类。那这些营养价值与动物性的肉类相似。各界的支持之下，那么我们的毛豆节的活动呢，可以说办得有声有色。那我们希望说，今天入选的这些毛豆公主跟王主呢，在决选的时候能够替我们的新市的毛豆呢来做一个代言，把毛豆这个产业呢能够发扬到全世界去。新市所生产的毛豆，因为营养成分高，适滴水，食起来清甜，又搁带有微微的香气，所以真侪拢外销到日本。来舞会参与的立委叶宜丁也大学了毛豆的好，希望有较侪在地民众会当食毛豆来用心。新市的毛豆我们最大出口到日本去，一年赚取24亿的外汇，这实在是也是真的很可观，也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应该来多给他们一点鼓励哈。其实日本人知道毛豆的好处，台湾人恐怕还没有人日本那么知道，所以我也很愿意跟
我们台湾人推荐毛豆，吃毛豆真的是非常的好，养颜美容、抗衰老，因为它有大豆异黄酮，小孩子还可以头好壮壮，女生可以青春永驻，男生吃了健康，长寿，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哈。在咧精彩比赛过后，最后总共有9位公主、3位王子候选人取得进入决赛门票。新市农会也表示，要经毛豆代言人，并不是要经烟豆、经水的，是要真正了解毛豆的产业。农会也希望这寡入选者要好好做工课，在咧10月29号决赛会当有更好的表现。咱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大唐中营酒店在咧温馨的中央尾发动爱心志工队来到私立仁爱之家康宁园来关怀长者。除了有欢乐的游戏活动以外，佮设计了适合长者的料理要互因食，互园区的长辈有满满的感动。大唐中营志工服务队已经成立13档，伫真侪关怀弱势场合，拢会当看到因的身影。24号这天，由总经理郑东坡带队，一行30多人来到了仁爱之家康宁园安养中心来做关怀。规划了趣味的游戏，大家每一位长辈拢笑嗨嗨，而且这届佮结合饭店的餐宴，由总经理郑东坡亲自落灶骹，料理出健康又个美味的餐点，来互长辈食好了。这些长辈的一个尊崇、敬老尊崇，那我们希望唤起大家社会对这一个目前的一个所谓这些老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者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关心。我想最重要的目的大家作为一个所谓抛砖引玉，大家引起这共鸣。那今天的菜大部分会着重在养生叫刚才这一个拼盘那个这个拼盘里面像我们特别设计的，像秋葵、淮山，还有芝麻酱，还有味噌所做出来，然后还有鲜虾，那鲜虾又跟那个水跟蔬菜拌在一起，我的感觉而且比较清淡，而且今天的菜都用橄榄油去调出来的。那我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一个的爱心，这一个爱意，我们希望未来就是说代表酒店来所有的同仁共襄盛举。非常感谢长荣桂万酒店郑总经理带领了庞大的志工群来到康宁园安养中心做关怀的服务与活动。刚好今天是康宁园安养中心第4季的庆生会的活动，那有了长荣桂冠的志工们一起参与，长辈们非常的开心。他们除了有很好的康乐活动，还带来美味料理，这份心意我们大家非常感谢。长辈们好像过年一样的开心啊！从早上就开始准备。那希望也借由这次长荣桂万酒店的志工关怀服务，唤醒社会大众对敬老活动，对我们老人家长辈赋予我们更多的关怀与支持。拥有30档投资赛资历的郑东坡总经理，为成为管理阶级了后，就真正有展现度的机会。这届配合志工服务队的关怀活动。互伊会当再次展现好手艺，伊嘛希望透过这届活动，会当抛砖引玉，号召更加侪社会上有爱心的企业，做伙加入关怀弱势行列。今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提倡社区警政的概念，用无同款的方式诱近甲民众的距离，台南市府警察局第5分局将办公室的一部分移出来做艺术回廊。24号开始举办郑之南老师的书法展，开放民众参观。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让市民改变对警察的印象，更加相信警察。警察局一直拢予民众一种严肃的刻板印象，为了予民众改变这种看法，也提供环境一个又一个舒压环境。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特别甲分局的公共区域改造成艺术空间，并且邀请陈其南先生展出伊的书法作品。第24号开始展出，陈其南先生也现场写书法，甲警察同仁勉励。会后也由陈老师为大家介绍作品的创作理念，
也互警察局充满艺文气息。今天非常难得哈，请到我们那个郑老师郑之然哦，我们要推行一个社区警政啦哈。那郑老师听到我们要做这个工作哈，要融入这个基层啊，相当认同啊，所以难得有这个机会哈，特别哈，请到这个郑老师哈来这边啊，当众会好一下，进一步哈，对我们北区我们第5分局哦所做的社区警政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黄分局长呢？得任了后，全力推动社区警政我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创举了哈，因为警察呢互人的印象都是遐尔严肃遐尔严谨透过呢这个社区警政尤其来办理的这个艺文活动呢促进着社区人文艺术的提升我认为讲不只是这个一个人民的好保姆，我相信也是人文艺术的推动者。这个展览为24号开始开放到11月6号，希望所有市民都当借着这个机会到第5分局参观欣赏，也希望当改变民众对警察的刻板印象，更加信任警察落实社区警政。台新闻郭佛义采访报道。由立新基金会台南婚事务所举办的新生小妈妈婚纱点影展，上午伫咧贵综合病院举办开幕展。会中除了展出济北小妈妈穿婚纱、家庭相片，也有影片播送，希望透过影像了解小妈妈的生命故事，提供有新的亲孝女医疗资源甲照顾需求。甲一般坊间婚纱强调浪漫爱情较无同。这届新生小妈妈婚纱展，展出内容拢是以家庭形态为主。立新基金会台南婚事务所举办这项活动，一方面帮助小妈妈圆梦，另外希望透过影像，营造更加友善的社会环境，减少标签甲偏见。我们的小妈妈从来没有穿过婚纱，他们从来不知道婚纱是什么，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婚纱好美哦，可是他们会觉得跟她距离很远。那其实我们社工不经意的跟我提过2次，这个东西我提第1次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多的一个回答，可是到了第2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求学、就业，为他们的育儿去陪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心里的一些渴望？现场除了社会局离校科以及侪关心这项展览，提供到3工的各个单位，主办单位也特别颁发感谢状。其中，贵综合病院院长郭忠正也以着妇产科医师的身份，分享一位小妈妈接生的心路历程。我每次就有一个感慨还是因为你看到生产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呢，哭的都不是这些小妈妈为多了，都是妈妈在哭，阿嬷就变成说妈妈在哭然后我心就很痛，我想说，我想到一点就是说，这些小妈妈也是孩子，因为他们生的时候不懂，那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小孩子其实他们的错误是不能说没有可是我觉得这是父母、家庭、学校、社会的责任所以我们宁可多一份鼓励，多一份了解少一份谴责少一份标签。这项展览为即马开始到28号为止，伫贵综合病院做头1站的展览，接续将分别伫台南文创园区、新营文化中心、甲中营大学图书馆巡回展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赏。台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多云底渐渐好，温度27度至3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你收看10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